优秀优秀。上面那个是蜈蚣阵，蜈蚣阵会不会是那个西港庆恩宫呢？嗯，蜈蚣阵啊。你看家里金堂殿的很多庙会活动。哦，今天2月4号，正月14号，快要元宵节了。你看这个是家里金堂殿的庙会活动了。家里香啊，咖喱香，也有西港香，也有雪甲香，有下营香，有麻豆香，都很有名。雪甲、西港、家里、麻豆，台南的南宁五大香科，还有鹿耳门的下营啦、麻豆啦、家里啦、西港啦、雪甲啦，你看。